那认识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民调论坛的作者山后之。前行政院发言人丁仪明他回国行政院，然后担任14职等顾问的事情，在网络上有很多讨论。那其实我们媒体就很早就知道，就是说丁仪明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，只是没有人搞清楚他到底站的是一个什么缺，或者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。那这事情后来被爆出来之后，会引起很大的反弹，是因为其实给了丁仪明的职能太高。一般都有可能，因为公务员的体制非常非常复杂，所以一般民众可能不会很理解说他那个到底要代表什么意思。就是丁仪明那个机要顾问这4个字其实是两个部分，前面机要是任用方式，顾问是职等，顾问是一个职缺职等。那机要就任用，就是表示你没有公务员资格，你是透过主管，不管是部会首长或院长，他有这样的需要，所以他需要一个公务员资格考试以外不能考出来，或者不需要公务员资格的人来辅佐帮忙他。像这之前的口译哥赵一翔也是类似这个状况，他的是实质的机要秘书，机要的缺一定会破坏到整个文官体制、文官的升迁。机要人员禁用条例里面就有对机要的任用有非常严格的限制，比如说每个机关的话，除了这样总统府有18个缺，行政院有10个缺之外，其他一般的院级单位或者是部会大概是5个缺，2级单位以下它甚至只有2个缺，就是你可能带一个办公室主任，带一个机要秘书，你大概就没有。但是因为机要的职缺通常都高那大概都是在减任左右，所以你会影响到文官升迁的机会，常用文官升迁机会，所以它的限制也非常多。比如说第一个，机要不能来做主管职。赵一翔那时候去美国做政治组长的时候，就因为是主管职，最后外交部的凹法是说，那个只是一个我们对外民众来洽公的职称，而不是一个实质上的职称。但是后来赵一翔的事情，监察院也有在纠正外交部，然后这中间除了职称之外，另外说你机要本来就是辅佐首长的，你怎么可能在远在千里之外的美国，你居然可以辅佐外交部长？然后再一个就是说，赵一翔的那个他后来用的那个1等直役的缺，以他的硕士资格来讲，他需要8年的工作经验才可以做，当时他只有3年那个监察院有纠正过，但是反正就还是凹成这样。好，回过头来讲丁仪明这个事情，那一般的机要刚刚讲过，他不可以做主管缺，他还有一个规定，就是很明确的规定，就是说你不可以做参事缺。参事缺这个缺是在它一般来讲是调控缺，不管在各部会或者是院级单位都有。部会它通常是12职等，然后院级单位是13职等，就是说它是跟它的最高的常任文官平行的。我们讲公务员的职等，像丁仪明接的那个，他那个是13、14职等顾问缺，14职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次长。部会的次长，一般的像部会的司长，他就是12职等，然后院级的局处他可能是13职等。那所以他那个参事缺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调控。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要准备要退休了，那我需要新的人上来去接替他。那我可能让他有一个过渡期，你先调到参事来，让那个人去，你可能就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或者说这个人需要调任新职，他的下一任要去的位置可能位置还没空出来，诸如此类，它是调控缺，每个部会每个院都会有一定的扩大，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个扩大，但是它就是一般来讲该单位公务员最高职能的缺，它是为了给原本的比如说司长、处长、局长这些人中间有需要的时候，他来这个地方 parking， 然后他到下一个位置，或者他可能就退休。所以机要人员禁用条例里面也规定，像这个缺参事缺是也不可以机要任用。所以一般最正常的状况，机要任用就是到秘书，秘书通常在部会是10到11职等，在院级单位是10到12职等，就是到这样13职等的那个常任文官最高的那个是没有机要的份，那个法令的规定是长成这样。但是这里面有2个例外，就是说第一个。行政院它是院级单位，它比较特殊，它有11个的有几职顾问缺，这是13、14职等。刚刚我们讲过，它已经跟次长是同一个等级。但是它这个顾问缺的状况，它底下有参事缺，它还有顾问缺。但它顾问缺的状况，它其实也是调控缺。为什么？比如说我这样讲，营建署长、什么水利署长，他是14职等的缺。他如果下来，他如果需要你把他人换下来之后，你总不能叫他去做13职的参事。所以这东西原本也是让他们 parking 用的，只是因为你行政院特殊，你行政院层级高，你有这些别的人没有的机关，所以他给你这11个缺让你去做调控。然后立法院原本没有，后来有2个，其他3院是都没有这个缺的，立法院后来有2个，因为他们把它视为是对常任文官的一种奖励，所以以往来讲，这种缺通通是常任文官在做的。可是你去看到，当民进党一上来之后，民进党在2016年拿到国会多数之后，先是蔡黄郎，后来是李俊毅，后来是高建志，就是他把这个缺都给了落选的立委，然后再来到2020年是给了总统使用。
你想想看，同一个缺4年5年之内换4、5个人，他们是真的有什么伟大的贡献？